全港學界3人籃球錦標賽2026圓滿結束，賽事嚟到第4屆，今屆吸引咗172支球隊參加，同時涵蓋大專、中學同埋小學嘅男女子組賽事。主辦方就希望透過呢個比賽令更多人追逐籃球夢。希望咧俾到更多嘅機會咧，所有嘅小朋友都有佢嘅籃球嘅一個舞台，而呢個舞台由小學打到上中學，中學打到大學，未來希望將我哋香港傑出嘅運動員、籃球運動員可以打出香港區以外，成為咗我哋亞洲區最強。我哋有時間，我哋有精英運動員，所以未來只會打出一片天。我覺得好好係一個好嘅舞台，俾全香港最勁嘅小學、中學同埋大學生呢個3打3比賽。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，佢哋會好累積經驗啦。跟住我都好開心可以見到咁多中意打籃球嘅運動員。3打3雖然同5打5有啲唔同，但係3打3都好要求唔同嘅配合啊、個人技術啊，跟住團隊能力。所以我覺得佢哋喺3打3打完之後，無論輸定係贏，都會對佢哋以後有幫助嘅。賽事方面，先睇下競爭最激烈嘅中學男子組啊！兩支精英賽勁旅北角協同中學同埋裘錦秋中學葵涌，喺小組賽全勝姿態嚟到決賽打得緊湊。北角協同最終憑住李柏恒攞到6分之下，以11比10險勝裘錦秋，贏得冠軍。女子組冇咩懸念啊！小組全勝嘅協恩中學呢強勢出擊，4強10比2淘汰拔萃女書院之後，決賽以11比8擊敗香港信義深城中學，女子組贏得冠軍。大專方面啦，男子組冠軍就由星光熠熠嘅香港大學以13比3大勝理工大學封王。香港浸會大學就以11比9險勝香港中文大學，成功衛冕女子組冠軍。對學生運動員嚟講，